等我為大家介紹 Miele 氣體煮食爐嘅使用方法同保養貼士啊！使用時，輕輕撳鈕掣，逆時針方向轉到猛火符號，長撳約8至10秒即可點火。可以轉動按鈕，調校火力嘅大細，以滿足唔同嘅煮食需求。至於煮食爐嘅清潔及保養，記住要等待爐具冷卻後，再拆開進行清潔。要取出平底鍋支撐架，之後先可以拆下爐頭。將中性清潔液同暖水混合，浸泡爐頭。記住千祈唔好用鋼絲刷泥清洗爐頭任何部分啊！你亦都可以用濕布或海綿浸溫水後，加入少量溫和清潔劑嚟清洗。記得用海綿最柔軟嗰邊嚟清洗，對佢溫柔啲。過完清水後，記得要用軟抹布抹乾，或者自然風乾，確保爐具火焰焰口乾透後，再重新安裝爐頭。安裝時要注意點火裝置同點火安全裝置貫穿爐心各自嘅窿位，爐頭必須陷入並扣緊。再將爐頭蓋平放於爐頭上，確保佢唔會喐，咁就完成啦。